助理来搜寻对治武汉肺炎的药方，按手机萤幕正下方中间。OK Google，请搜寻对治武汉肺炎的中药药方。你看手机收信效率差了，应该是2G 的手机变成3G 了。你看，萤幕最上方显示的是3G。这吃到饱专案比较这个市区的，不是中心的，比较不是人口稠密的，或者是教育单位。你看这个收信不好，问这么久了还没有显示出来，可能要安装那个下载安装 Google 助理 ，Google 助理。你看发音不标准啊，收信不正确，武汉肺炎呢，结果就变成那个，差那么多。武汉肺炎呢，靠中医治，官方证实湖北1半以上的病例都吃中药。武汉肺炎靠中医治疗。哦，中药会胀啊！中西药，中西医疗效之争被嫌弃。中药只是辅助剂。瑞德西韦，你看西药说用瑞德西韦治疗新型冠状病毒。再试试看发音会不会标准一点。OK Google， 请搜寻武汉肺炎的中药方，要念慢一点，断句要做对，咬字要清晰。中文复杂不容易，声调第几声高低快慢的，它会影响判断的。还有断句，上下文断句，声调断句。你看这网络收信不良，吃到饱，手机吃到饱专案呢。
说性功能状应该是手机竟然显示3G，哎，还无法连线到 Google 了。蝙蝠啊，新型冠状病毒，武汉肺炎的那个病毒，根源说可能是蛇啊，蛇可能是因为吃了蝙蝠，那吃蛇就是吃野味咯，吃野生动物就可能染了病毒传染了。宗教界的说法是说有行瘟使者，行瘟疫，为什么会有瘟疫？宗教界的说法就是天生万物以养民啊，民无一德以报天啊。就像明朝末年张献忠七杀令啊，七杀碑，你看7个字的杀，你看前面的话就是刚刚念的了。人无一德以报天，天地灾杀报，你看。然后从东飞肯尼亚，还有好多的蝗虫，然后又飞到南亚、印度、巴基斯坦，你看，完了破坏农作物了，可能还会造成缺粮食啊！这个，所以说人修行，物质将穷尽了。你看，地球的温室效应啊，气候的变迁啊，很多也造成人类生存受威胁了。所以要赶快要得三宝心法，拯救灵性啊，超脱生死轮回啊！无极里天才是灵性的故家乡啊！地球上这个是寄居的，然后犯罪过错，到下地狱的。那个是分级啊，户籍那个级分级。原籍是在天上啊，无极里天啊。地球的这个就是好像旅客到哪里都要办那个，临时办那个叫什么临时户口还是什么？学生到外地去住宿也是要办那个临时户口还是什么？流动户口了。